是讲到台湾多元文化，绝对唔只是台湾本岛尔。伫咧外岛嘛是真精彩哦。今仔会带大家来到金门参加一年一届的金门迎新红。这项民俗活动目前是去文化部登录做重要民俗活动。活动内面不管是练桥还是举工阵，特别形式会使感受到满满的宗教文化。金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沿海居民出海打拼一个重要的中继站。我即摆徛的所在是金门西边的海边，对面呢就是厦门。咱看到即摆吼，遮平静青蓝蓝的海水，真歹去想讲吼，这就是咱的先民冒险出发的一个起点。啊，面对遮尔困难的环境吼，心内一定要有一个真正的活路。所以新丰爷就怎安尼，互咱的先民对故乡请来到金门。每一年的农历4月12，就是迎新红，嘛有人号做是绕境顺安。啊，这个活动哦是足盛大的哦，规金门的乡亲都会做伙来参与。咱即摆呢，就好好来熟悉迎新红这个重要活动，啊，搁有认捌见证几多地人哦渡海打拼的金门。相信大家哦对过去金门的印象拢是甲战地有关系，但是你敢知影战争的发生伫遮是因为遮有真好的地理优势。伫14世纪左右哦，金门遮就是海产出入的重要所在。后来呢，清国为着要好好管理金门这个所在，嘛伫遮设立总兵署。目前总兵署嘛是去互金门县政府指定做县定古迹。咱即摆徛的所在吼，是清金门镇总兵署。这间总兵署吼，上早会当讲对到西元1682年康熙年代，是清国政府伫咧金门哦，迄当阵上关级的军事长官办公甲生活的所在。啊，迄阵哦，伫咧金门的总兵官哦，唔但爱保护国家的安全，甚至哦，搁爱照顾地方的治安，啊，搁有处理民间的纠纷哦。总兵署是传统四合院的格局，用4进的建筑形式。啊，对外口面行入来吼，一路照中线，有头门、甬道、大堂、穿堂、内室甲内厅，规组吼展现出清朝官署的建筑风格。对头门看入来吼，就是大堂。总兵官呢，普通时就是伫遮处理案件，甲有办公。哇，你看，遮甚至阁有地下室哦。听讲下底是较早的牢房，咱来看卖者。哦，哇嘞，哇，这恐怖诶！哇，天哪！你看吼，哦，因是最用心甲即个较早即个牢房的形哦，拢完全甲伊复刻出来。较早的犯人就是伫咧即个所在。过穿堂哦，就是内室甲内厅。啊，内厅呢，就是总兵官甲家属咧生活的所在。啊，虽然讲哦，规个建筑后尾哦有经过几落摆的翻修，有一部分嘛已经换做红门头啊，但是外口面原来是保留原来闽南式建筑的风格。好，即马时间差不多啊，咱赶伫咧活动进前哦，来去新丰庙看卖一下。我即摆徛的所在呢，就是金门后埔的五岛新丰庙。啊，金门的新丰庙哦，上早会当讲对到14世纪尾期，伫咧旧金城的金门城迄阵所起的。啊，过来呢是到康熙19年，西元1680年代才迁地来到即摆后埔这个所在。啊，
自古早时代开始吼，新丰爷一直拢是一个城市吼重要的守护神，嘛是咧管阴阳两界的司法审判。安尼，毋才有阳间包青天，阴间新丰爷这款讲法。你行入来庙内底了吼，你抬头看，会当看到顶悬哦有一个算盘，顶面写着吼千算万算，不由人算。意思就是讲吼，做人爱脚踏实地，千万莫想方想法，因为新丰爷哦，拢会伫天顶甲你看。一入来庙内底了吼，就看到遮尔济，不管是庙内底的砖塔，或者是吼边仔的布障，拢会当吼，互咱感觉到一种足威严的氛围。这嘛是吼新丰庙，互我一种足特别的感觉。搁有遮，你看中哦，会当看到一尊足细尊的这个新丰爷的神尊，这就是上早期吼为旧金城请过来的新丰爷。庙方是足用心的，把这个新丰爷请出来头前，互大家当看。即马哦，新做的面头前桌顶哦，佮下足侪贡品，佮有用面线做的生礼造型，而且哦边仔有佮较特别的，我带你去看。你看，甚至遮佮有拜灶哦，伫咧庙的两边哦。会当看到桌顶摆遮的贡品哦，摆甲满满是。听在地老大人讲哦，这个传统哦是为古早时流传到即马，这就是古早时代老百姓哦想要献予遮的部众的贡品，演变到即马，会当看到鸡卵糕、寿桃，不管桌顶摆啥哦，这其实拢是代表老百姓一种足虔诚的心意。伫咧迎新丰的前一暝哦，有一个最重要的仪式，叫做是夜巡。这个夜巡呢，就是要替明仔载新丰爷要行的路线哦，先来较静静的。用较民俗的讲法哦，就是要来掠鬼的意思。若是讲到掠鬼这项科技，伫咧台湾民间已经有真久的历史啊。要掠鬼，就是爱起油鼎。若是伫咧出巡路里有拄到无清气的，拢用安尼的形式来处理。经过安尼拍摄的方式，我相信老百姓嘛会感觉真安心。时辰一到，新丰爷的兵将一一行入了，夜巡的活动正式开始。即马吼油鼎已经传好啊，顶悬的火嘛燃好啊，即马吼新将拢已经对伫咧后壁，即马就是要开始出巡。这个夜巡的队伍是由这个范社将军，佮炸一卡足大卡的油鼎来领队。为什么安尼呢？是因为前几天吼已经甲附近宣布讲。新丰爷伫要出巡啊哦，假使吼遮无清气的歹物啊，若无闪避，今仔日暗时搁去互拄着，安尼就要请你入去到这个油鼎内底，甲你好好处理一下哦。拄则吼，规个夜巡落来，哇，真正是足震撼的，看到遮尔闹些，遮尔盛大的队伍，内底吼由这个七爷八爷来带头，尤其吼，互我印象上深的，就是火这个元素。因为吼，对这个孤魂野鬼来讲哦，火有一个好处的作用。其实吼，这心内哦是会感觉足温暖的，因为你会当感受到新丰爷哦，真正是具体有咧甲咱保护。伫咧夜巡的隔天，就是迎新丰的大日子。这项迎新丰的活动哦，除了每年举办一届的小迎之外，
每3到5年嘛会举办一届大型的活动，每一届拢是由当年的炉主来主办。但是炉主讲，一个人的力量真有限，拢是大家互相共心、互相帮忙，才有法度办起安尼的活动。咱想也讲啦，每年的迎新红，它会凝聚的很多的所有的信众，是人力互助啊，是大家互相帮忙，人和最重要。这也是我们感觉到，我们在做这件事情，还有一群人跟着我们一起一直做。伫咧遮尔啊盛大的条件内底，金门特有的练桥，这是一定爱看的。光桥信众会缀着骹步来甲新桥展现无同摇的动作。有的呢是哪行哪摇，有的是停伫咧庙口的头前摇。哇，角度足大的，看起来袂输要变过。这款特别练桥的方式，就是咧象征神明降价，互我印象真深哦。好棒！还佫有五岛城隍庙特别的夜光座，这是用龙头龙尾来做造型，头前有龙珠引路。这款予神尊坐夜光座是真罕见的，每一节会使坐2尊神尊，予信众用光的来绕境。规个队伍行伫咧路面。袂输是神尊坐龙咧出巡，就有气势。除了神尊坐夜光座，佫有东西南北4门景的人力夜光座。每一个夜光座逐年拢会组织16个位，互囡仔扮各种的角色，坐伫咧顶悬。而且伫咧队伍内底。还佫有即马足罕见的表演哦！你看，遮尔济特别的场面，敢若伫咧迎新红才会当看到。无怪哦，人拢讲即天的金门，袂输是过年同款闹热，为着就是要做伙来替新红爷庆祝，延续这100年来的传统。另外佫会当看到金门特有的粉果，也就是台湾所讲的nghệ果。虽然讲即马大部分看到的拢是以3轮车为主但是自早有的是用人力来扛，嘛有用塞车或者是3轮车，这形式是足济。顶悬拢会请10岁以下的小朋友坐伫咧头顶，穿水水来做伙庆祝。听在地时代讲当年的这个时阵，大家拢嘛抢报名，足够多的。今仔日虽然讲伫咧这个尾声开始小可开始咧落雨，但是你会当感受到现场的这个信众原来嘛是足热情的。虽然讲这个城隍爷的信仰经过100几年的发展真正是足有历史但是伫咧老百姓心目中希望社会善良、稳定发展，佫有厝内人健康平安的这个心，原来嘛是不变。我咧想就参像老祖所讲的。这个人和真正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，因为人和才会万事兴。台湾路以后，带你熟悉更较多元的台湾。